这里，哎，前面这个厂啊，我曾经在里面干过7年。哦，哎，我的老同学杨大海是在里面工作吧？对啊，那我们去拜访一下他。可以可以。我用的。你用给我烧得高啊了？啊，对，烧得高。你这孩子在夜晚的。我这夜晚一直，我在抓杆子，自己整年呢卖好了，因为卖点通个夜晚，百比一切它爆火，他夜晚用个娃娃的都是整一个师傅啊整不起，一百多来个人到开着也卖，他就15盘下。哦，因为平年期呀，这个信号不小，那只要发到我，啊，是个是个你就往那里走哈，啊，我就往那走好，我非常拜托了，不够用，爱用，先给我走好了。很牛用，这不少的中调个老板啊，没看到的啊，还包括铁拐股的一个老板，没看到的个不？就现在我里头用老板呢，就专门的走一顿去玩个，有洗一个呢，就别洗了，你给你包子啊。啊，也把洗，也，48日也把。好，我们就洗去了，开得多的，调。